歡迎返到嚟 K 分 Couple。如果你嚟緊會去新宿，睇呢段片就啱晒啦。今集會一次過介紹超過30個嘅新宿知名景點同店鋪，包你一日都玩唔晒啊！我哋一齊嚟睇下新宿有咩好行好買啦！出發！新宿係東京最具代表性嘅繁華街區之一，係同涉谷、池袋齊名嘅東京三大副都心之一，吸引無數嘅本地人同埋觀光客到訪。以全球客流量最大嘅車站新宿站為中心，匯集咗摩天大廈、大型百貨、購物中心、美食街、娛樂區、城市中嘅公園，仲有東京都廳等等嘅多元地標，以繁華多樣化著稱。歌舞伎町係日本最出名嘅娛樂街區同埋最大嘅紅燈區，被稱為眠らない街，就係永不眠嘅街，即係不夜城，充滿霓虹燈、酒吧、餐廳同埋夜店，24小時都有商店同埋餐廳營業。稍後影片介紹嘅神秘酒店黃金街東急歌舞伎町塔都喺裏面。呢度係夜生活嘅天堂，適合中意熱鬧嘅人探索。不過要留意夜晚嘅時候，由於人流混雜，會有少少混亂，犯罪率都係東京23區入邊偏高，尤其係深夜到凌晨，大家需要提高警覺啊！同大家介紹新宿嘅新地標東急歌舞伎町 Tower。呢一座高225米、地上48層、地下5層嘅超高層複合大樓，喺2023年4月開幕之後，迅速成為歌舞伎町嘅新 icon， 集合酒店、電影院、劇場、直播廳、美食、娛樂、體驗設施於一身。同大家重點介紹2樓嘅歌舞伎橫丁，佢係24小時營業開放嘅超復古美食街，以日本傳統祭典為主題，10間餐廳圍繞中央舞台，提供北海道到沖繩嘅各地美食，不定時會有樂團、DJ 藝人表演。LED 熒幕加上燈光設計，就好似大型嘅復古夜店，超有氣氛㗎。而4樓就有一個沉浸式嘅冒險設施，玩家需要組成2至3名嘅隊伍，結合 AR 技術、感應裝置同埋實體機關，親身挑戰充滿陷阱同謎題嘅地下迷宮，動用體力同埋努力去完成任務，對抗怪物。由2021年7月以嚟，喺載客量號稱全球之冠嘅新宿站東口廣場前面，呢一個每隔15分鐘就會播出嘅飛癲貓動畫，完整呈現貓咪偏好高處而狹小空間嘅特性。耳仔同尾巴仲會隨住情緒喐動，非常逼真㗎，係近年旅客到訪新宿嘅時候必訪嘅打卡地點。個人認為夜晚過嚟動畫會更加鮮明好睇。想體驗最地道嘅日本夏町風情，私出橫丁你一定要嚟一次。夏町風情就係指江戶時代到昭和嘅懷舊氛圍，庶民嘅生活氣息，淳樸嘅街區，充滿熱鬧嘅人情味，令大家好似進入咗日劇嘅深夜食堂場景。裏面主要分為3條小巷，而俾人行嘅位置只足夠2個人並肩而行，但係足足有80間店鋪喎。雖然空間唔大，晚上人流多到爆棚，但係嗰種熱鬧嘈吵真係好有氣氛啊！係有 feel 嘅，不過幾大油煙嘅，同埋條街其實好短嘅咋。行下見到一隻龐然大物喎，咩話？哥斯拉特集歌舞伎町？當然唔係啦，呢間就係傳說中嘅哥斯拉酒店，位於歌舞伎町嘅核心。最大嘅賣點就係8樓露台有一個巨型哥斯拉頭啊，差唔多1比1還原咗哥斯拉嘅尺寸，成棟大廈就好似俾佢佔領咗一樣咁逼真㗎。中午12點至晚上8點，每隔1個鐘，佢仲會咆哮同埋發光添啊！上到酒店大堂之後，一開啲門就會見到擘大個口得個窿。除咗一般雙人房之外，佢哋仲有哥斯拉主題造型嘅房間。如果你係佢嘅忠實粉絲嘅話，你一定唔可以錯過呢一間哥斯拉景觀套房，因為喺呢6間限定客房嘅窗外面就係哥斯拉嘅頭啊！價錢係非常之貴之餘，仲係一房難求啊！上訂房網站睇，去到12月都係滿晒。就算你唔係呢度嘅住客，你都可以上嚟買下紀念品同埋影下相。如果你想睇多啲紀念品，推薦你去附近嘅哥斯拉專門店，裏面除咗款式種類多之外，仲好齊全添，一定滿足到你。而我呢，一於唔執輸，覺得模型太貴，都揀個 file 返去啦，到此一遊啊嘛。果然令人毛管動嘅產品係要買嘅。後邊都仲有，打開啊！佢550 yen 係咁樣喎，2隻跟住雙面好抵。兩隻齊晒，嗰條尾睇幾長，但係佢哋而家係朋友嚟嘅。呢個咪電影版粉紅色嗰隻哥斯拉，呢款400蚊咋，咁大隻。
哥斯拉同 King Kong 俾人嘅既定形象都係威猛有型，有冇諗過原來有啲咁可愛嘅產品呢？睇下哥斯拉產品，點可以有哈姆太郎？哥斯拉都要打工，唔怪得佢要。喺同一座新宿院井 Annex 店，地面樓層仲有肉桂狗 cafe。佢哋無論奄列蛋包飯、俄羅斯酸忌廉牛肉飯，定係各式嘅甜品，都靚到你唔捨得食啊！肉桂狗迷打卡都打到飽啦。講到新宿最就腳嘅商場，就非 Luminet 莫屬啦。Luminet East 直頭就同 JR 新宿站融為一體啊！呢一個商場網羅眾多嘅日本時尚、美妝同埋美食品牌。東口嘅 Luminet East 甚至係東京年輕少女嘅潮流指標添啊！如果你本人又或者你女朋友就係年輕時尚嘅化身，喺呢一度一定會大出血啊！我呢啲中女就冇咩買到嘢啦，但係見到賞心悅目嘅時裝都睇得好開心啊！不過呢度真係好容易行到蕩失路㗎。我哋1號同2號咧揾咗好耐都揾唔到電梯落去。有啲網民話咧，佢啲衫係可以出街嘅。近年好受歡迎可以出街嘅睡衣就係呢個品牌。陪女士行街悶到發瘟嘅男士們，你哋自己自癒下啦。喺 Luminet 對面馬路就會見到 New Woman， 呢個係2016年開幕嘅大型商場，由地下2樓至到地上10樓，超過200間店鋪㗎。呢個商場以 New Woman 為概念，裡面有日式雜貨、流行彩妝、服飾、美食等等，可以話係專為貪靚嘅新時代女性而設啊！一定要介紹嘅係地面樓層嘅2間人氣店鋪，包括美國知名嘅咖啡連鎖店 Blue Bottle Coffee。店鋪採用開放式空間設計，大家可以舒適自在咁品味手沖嘅精品咖啡。現場亦都有周邊商品可以買，簡單利落嘅設計搭配清晰明確嘅藍色樽仔 logo， 相信係好多人中意嘅風格啦。喺東京創立嘅100% 有機抹茶品牌 The Matcha Tokyo， 除咗可以即場品嚐各類嘅抹茶飲品同雪糕，仲可以買埋有機抹茶粉、抹茶蛋糕同埋抹茶牛奶醬返香港做手信添。相信每次去日本，Big Camp 絕對係必行嘅清單上面。家電控、美容迷、藥妝黨定係手信獵人，呢度都可以一次過滿足你所有需求。扮打機，精神嘅。你拍金信喎，唔係打機喎。記得拎埋優惠券同埋退稅啊！最高係有17% 嘅優惠啊！星星之額咧係5500嘅，免咗稅又得翻5000蚊啫。然後咧仲優惠券佢減7% 啊！只要埋單嘅時候夠5500日元，出示俾店員睇就得㗎啦。我哋就將2026嘅 Big Camp 優惠券放喺資訊欄，有需要就攞去用啦。天文望遠鏡都有喎，好誇張。比想象中冇咁貴喎，最貴好似都係呢支82500 yen 啫。唔好意思，我收翻剛才嘅言論。搞咩啊你啊！畫浪畫到你腳震。行啦行啦，咪阻鬼住人哋買嘢啦！唔講唔知道，新宿有一間2024年新開嘅 U 記全球旗艦店，位置就係同 Big Camp 同一座大樓裏面。喺日本都係得4間全球旗艦店㗎咋，有最齊全嘅商品，最新嘅服務呢度都有，包括由打造個性化 T 恤嘅 UTME， 可以俯瞰新宿通嘅 Uniqlo Coffee， 同埋精心為你挑選當季鮮花嘅 Uniqlo Flower。喺 Big Camp 隔離就有全城最皮嘅藥妝店 OS Drug 啊！喺繁華嘅鬧市區裏邊有一間好似好噏耷嘅商店，不過係好抵嘅。呢間藥妝店冇免稅都平過其他鋪啊！之前我哋喺大阪嘅影片介紹過，今次就唔詳細講啦。睇一睇薩隆巴斯嘅價格就可以缺一高下。即刻去隔離嘅松本清比較價錢，佢哋減價後都要1278啊！跟住落嚟帶大家到東京迪士尼旗艦店，都係位於新宿㗎。淨係門口呢一個動畫都值得你停低幾分鐘觀賞啊！好開心啊！點解人？開心嘅又點止 K 先生一個啊 ！Hello， 歡迎返到嚟米奇妙妙屋。唔同嘅卡通主題區有唔同嘅佈置，旗艦店果然係唔同啲啊！店鋪樓高2層，基本上你中意邊一個迪士尼角色都可以喺呢一度揾得到。巴斯光年一飛沖天，
好肥嘟嘟啊！哇，好多隻維尼喎！係我最中意嘅阿 Bell 啊！可以整你心儀嘅卡通人物嘅 T 恤㗎，印袋都得。整件衞衣睇下啦。哦，呢個啦，成為7150 yen。仲可以揀你中意嘅公仔。哇，印埋字送俾人，非常之有誠意啊！大家有時間都可以過嚟揾你哋嘅童年回憶㗎。東京都廳係東京最具代表性嘅地標之一。都廳設有南展望室同埋北展望室，可以360度俯瞰東京全景。天氣晴朗嘅時候，甚至可以望到富士山㗎。如果好天嘅話，似去嗰啲餐廳有油煙咁樣啦，俾油煙包圍住。大家冇睇錯啊，出邊全部都係霧啊！東京嘅夜景。東京都廳外牆擁有健力士世界紀錄嘅全球最大建築光雕投影匯演，每晚由5點半開始，去到9點半，每半個鐘一場，每場15分鐘。表演唔會連續2場一樣，大家可以留耐啲睇多場。雖然每日都有表演，但係星期6日同假期係特別精彩㗎，例如有高達同埋哥斯拉，大家一定要留意官網嘅演出時間，網址就放喺資訊欄俾大家。嚟到走在潮流尖端嘅新宿，一定要行下呢一個接近8年歷史、長期業績都係日本 No.1 嘅百貨公司伊勢丹新宿店。呢度可以分為本館同埋男士館。本館有住日本最大規模嘅化妝品同埋香水樓層，女性嘅時裝更加有3層咁多啊！奢侈品就更加不在話下啦。而男士館顧名思義就啱晒各位男觀眾行啦。潮流精品同時裝唔啱大家行嘅話，可以學我哋落去 B1F 樓層嘅食品大街。呢度集中咗好多人氣熱賣嘅手信嘅 Nakamata 嘅銅鑼燒就係我哋嘅目標。2022年起進駐伊勢丹新宿店之後，推出店鋪限定嘅特選紅豆奶油銅鑼燒，睇見個樣都覺得唔可以錯過啊！呢一個鬆軟銅鑼燒就係 K 先生嘅早餐啊！有紅豆，有梳乎梨，有牛油咧，食落去咧又甜甜鹹鹹，個味道好濃嘅。我終於明啲人點解咧咁中意食個菠蘿油啊！因為呢個菠蘿油個油咧好軟、好滑嫩嘅感覺，令到成個食物，花園神社喺江戶時期以前就已經有新宿總鎮守嘅重要地位，而花園神社喺東京都內，特別係新宿地區，絕對稱得上地位非凡啊！除咗保佑住新宿地區嘅商家同居民，更以祈求藝能成就、姻緣以及生意興隆而聞名。喺銀杏同埋櫻花季，呢度仲係賞花嘅隱藏景點添。跟住落嚟同大家介紹嘅係東京市中心嘅綠洲新宿御苑。呢個由1960年開園嘅皇室庭園，足足有58公頃咁大㗎。每年有超過200萬人去賞花同埋睇紅葉。園內栽種咗65種櫻花，喺櫻花季嘅時候需要預先網上預約入園。園區仲融合咗日式、法式、英式3大庭院嘅風格。入場門票都相當親民，只需要500日元。最後提大家，新宿御苑晚上係唔開㗎，仲有唔同季節開放時間都唔同。秋天到冬天4點係最後入場時間，大家記得上網望清楚啊！新宿黃金街位於新宿歌舞伎町一丁目，據說係起源於2戰後，當時一間間嘅餐廳喺呢條細小狹窄嘅通道上面經營，吸引咗演員、作家、藝術家等文化相關嘅人士光顧。呢度有住300間喺木造長屋裏面經營嘅居酒屋，以能夠感受日本地道文化而深受外國旅客歡迎。夜晚嘅時候嚟飲翻杯，真係滿滿嘅懷舊情懷啊！介紹咗咁多女士閒嘅商場俾大家，原來都有男士專屬嘅商場啊！趁你另一半去瘋狂血拼嘅時候，你不如都講翻句我哋分頭行事啦！呢一個新宿遠井男士館，足足有9層男士專屬嘅商店，最重要係裏面嘅品牌齊全，從平價潮流服飾到中高檔價錢都有，潮流男裝、休閒、運動、配件、雜貨等等，適合年輕到成熟穩重嘅男士。即係小弟我啊！裏面嘅店員大多數都明白男士嘅需求，大家唔使怕醜㗎。呢間紀伊國屋書店係日本最大連鎖書店嘅第1號店，而家已經被東京都選定為歷史建築物。就算冇諗住買書啊，入嚟行下都非常值得㗎。呢座書店大樓有9層高，除咗頂樓嘅辦公室，另外8層有唔同類別嘅書籍，包括文學作品、人文科學、藝術相關，甚至動漫商品都有啊，可謂包羅萬有。
無論你係中意打書釘，定係同你中意嘅動漫或者 Sanrio 卡通角色影相，都可以抽時間過嚟兜個圈㗎。滿足完滿肚墨水嘅觀眾，係時候帶文具控行下呢一個文具天堂世界堂。從文具精品到美術專業用具，呢一度都一應俱全。喺呢一度，基本上只有你諗唔到，係冇揾唔到嘅文具㗎。因為世界堂樓高6層，商品總數超過10萬件，一個唔小心，你哋又或者你哋嘅小朋友就會喺度大爆買。要注意嘅係，佢哋係分樓層結賬嘅，喺邊一層揀啱商品，就要喺嗰一層埋單。唔講咁多，跟我哋兜個圈感受下啦。水晶球貼紙啊，好靚啊！淨係漿糊筆都咁多款，問你死未？你以為已經睇晒原筆項目？仲有啊！喜歡塗鴉嘅朋友必備好多嘅噴漆、水彩同油畫嘅顏料同埋畫紙顏色紙，梗係唔少得啦。阿 K 先生，你喺度搞咩呢？吓4樓可以幫你實現畫框自由。瑪麗蓮夢露，Beatles，哲古華拉，好得意啊！學生便當咪帽紙啊！好啦，同大家睇埋世界堂暢銷產品第3名嘅生日卡就走啦。今集影片提及30幾個地方，等大家睇完之後記低邊啲想去，但其實好多都喺附近，例如紀伊國屋書店、OS Drug、東京迪士尼旗艦店、U 記 Big Cam 都集中喺同一個地方，全部都已經儲存喺 Google Map 裏面，大家可以喺資訊欄揾到網站，一撳就會睇到晒。如果幫到大家，不妨俾個 like 同留言支持下。跟住落嚟介紹一間我哋都非常中意行嘅鋪頭 Beams。日本嘅時尚界將 Beams 同埋另外2個品牌譽為日本服飾界嘅御三家，由創立到今日都係日本潮流指標之一。同大家一齊睇嘅呢一間係新宿嘅旗艦店，由1樓到7樓7層都有唔同主題同設計，每經過一層都好似開扭蛋咁噶。古有孫悟空被壓喺五指山，日本有 BB 被壓喺富士山。有啲櫻花富士山嘅衫幾靚喎，有300零蚊港幣。因為7樓同6樓咧都係男士嘅服飾比較多，我哋 Outlet 行得多啦，我哋5樓開始行落去啦。5樓除咗展示日本藝術作品之外，仲收藏咗嚟自日本各地嘅手工藝品同埋民間藝術品，好睇又好行，令我哋大開眼界啊！5樓呢邊嘅服飾啊、餐具啊，甚至家具咧，都係比較傳統日式匠人風格嘅。呢一個係嚟自松本文藝家具嘅一張手織嘅燈，係14.3 yen。啱啱行過5樓呢邊咧，相對於係家庭精品啊，我覺得更加似係藝術品。落到4樓會變咗美術館。4樓就係關於日本流行文化嘅頂峰，除咗頌揚工匠嘅獨特技藝，仲有致敬街頭文化嘅熱情。冇表情。喺架車出邊。4樓就比較多潮流精品嘅感覺。我哋迅速行埋3樓。3樓同2樓就係售賣日本潮流服飾，仲有 Beams 同各種品牌同埋藝術家合作嘅聯乘專區。嚟到2樓有好多日本嘅潮服。介紹得夠多啦，轉場。日本貴為夾公仔天堂，喺新宿當然唔少夾公仔店啦。不過經過我連日嘅實測 ，Gigo、Game Panic 同埋啱啱新商場嘅 Namco 都比較難夾，大家都係揀翻 Taito 穩陣啲。得唔得？OK，睇下先。200 yen 出貨。呢個咩嚟㗎 Miffy 散紙包仔。有餸。碌咗去。梳打餅一塊。飲嘢啡咁有 feel。第一次嚟日本嘅女僕咖啡，呢間有50年歷史㗎。第一次去女僕咖啡真係好興奮啊！上到嚟同我想象中唔同嘅。唔係嗰啲女僕妹妹教你念咒語，令你食物變得好食嗰啲啊 ！Oh no！
呢一間裝屋咖啡新宿茶寮分店係東京地區營業時間最長嘅鋪頭，由早上8點到第二日凌晨5點都會開鋪，真係啱晒乘搭凌晨機而又想揾個舒服地方休息同食嘢嘅朋友仔啊！鋪頭入邊嘅裝潢、碗碟、餐單，秉承住大正浪漫時期嘅風格。雖然呢一間唔係大家認知嘅女僕咖啡，但係都有穿着住懷舊女僕裝嘅工作人員為你服務，喺度飲翻杯咖啡，食一件蛋糕，慢活一下。如果你又或者你嘅另一半好想去韓國，新宿區嘅韓國城新大久保可能會幫到你。呢度係日本最大最正宗嘅韓國社區，周圍都係韓國餐廳、超市、美妝店、K-pop 商品店等等。呢邊嘅空氣都飄住韓式烤肉同辣醬味啊！估計裏面嘅韓國商店超過200間。有時間又掛住韓國嘅話，入去行翻轉啦！新宿嘅旅遊攻略就去到呢一度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睇多啲旅遊資訊啦〜